欢喜、条条的心来到主面前，咱要来敬拜。咱安静咱的心，即时咱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得岛入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即时要来吟耶稣听我，咱知主耶稣讲，咱的心若无亲像细囝遮尔单纯，若无像细囝遐实在，若无像细囝遐无有念，咱是无法度就去记咱的天父上帝。而咱的天父上帝一直照顾咱，伊甲咱惜命命，伊看咱做宝贝。咱只来吟这首《耶稣听我知明》。耶稣听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咱少，耶稣会听惜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第一站搁一届来。耶稣听我知明，因为记载伫圣经。细汉囡仔虽咱少，耶稣会听惜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耶稣听我，伊有心，有将天门开到你。我会做我伊细亲，予伊细行入内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第二站咱搁一届来。耶稣听我，伊有心，有将天门开到你。我会做我伊细亲，予伊细行入内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耶稣真听我。耶稣真听你，耶稣真听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咱伫主内拢是一家人，伊甲咱相定。当咱甲咱同行时，咱的心就免惊，咱的心无惊吓，因为咱的心有听内底，因为咱的心有主伫咱内底，咱无受惊吓。伊听咱陪咱到路尾，咱会当有一天，咱会当当面含主含天父上帝来相见，是因为主咧扶持咱，主会听互咱相到伫地。咱来吟第三节，耶稣听我三同行。耶稣听我三同行，伫我身边免惊吓。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见天父。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伫圣经。主耶稣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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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记载伫。主耶稣听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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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记载伫。主耶稣听我。
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呼记在地圣经。用啊意思，四章70章讲，上帝就是听，上帝就是听。因为咱若踮伫上帝的听内面，上帝的听嘛伫咱内面。因为听伫咱内面，咱就无惊惊。独独上帝的听是完全的听，伊会赶走着咱心内的惊吓。咱的天父的听是完全的，互咱的心内得到自由，互咱的心内得到透放，互咱的心内得到激励，互咱的心会当敞开接受，会当付出。嘛会当倾听，嘛会当顺服，愿意来为人来祝福。咱来用这首《活出爱》。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
主，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求主教育主爱人民咱，求主教育丰盛的主爱来撤销咱的过失，因为天父会听，伊爱咱是心内诚实的，因为咱行伫伊的听内面，上帝的确来保守咱，上帝的确要造就咱，上帝要的确来操练咱，成就一个有勇气，亲像鹰鸟天翼飞安尼。咱伫过失当中，求主来做牵起咱的心，有正直的心。恳求天父上帝毋通赶咱来离开伊的面。恳求天父上帝用伊的道路来指示咱是有过失的人，因带咱行伫正直的路。咱来吟这首，求主教我做清气的心。上帝求你教我做手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上帝求你教我做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通通放下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求你互我甘体验救恩的快乐，互我心甘心来顺服。上帝求你教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上帝求你教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毋通放下我，互我离开你的面，毋通对我收回你的诚心。求你互我高体验救恩的快乐，互我心甘心来顺服。咱搁一届对头唱，咱用感恩、用恳求的心来唱，咱用恳求的心求主做来称作咱的心，咱对头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上帝求你教我创造清气的心，互我内面有我心正直的心，毋通放下我，互
时，咱做开声，咱做祈祷，为着咱咱公道的事项，咱身体、身心灵虽然有时咱会受挑战，但是咱愿意伫主的面前，咱有过失，咱求主来怜悯，咱求主会听伫咱的中间来改变咱，互咱有勇气来面对。虽然咱的肢体有艰苦的所在，一个肢体软弱，咱的规身躯拢会痛疼。咱求主安慰，求主医治，求主搁一摆，互咱兄弟姊妹来体验主的恩、主的恩典、主的救恩。咱做伙开喙，咱做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时时来学到你，因为你的话时常伫阮的喙，阮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你来开口，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因为阮求救的时，你就应阮，带阮离开一切通惊的事。困苦的人求救你，主啊，你要应伊，你要救伊来脱离一切患难。忧伤痛悔的心，主啊，你无看轻伊，主，阮感谢你，听阮至宝贝，因为你的恩典是教耀阮用。当阮有时来过失，当阮有时失败时，你用你活命话来引带阮，伫阮的身心灵软正的时阵，你完全的听来激励阮的生命是有活力的，有盼望的。阮的肢体有一个所在疼痛，阮的全身躯就疼。主啊，阮拢是你疼痛的宝贝，阮拢是一家人。阮伫主你的面前来恳求，你来安慰因、医治因，伫受艰苦的体验当中，来体验着主你的救恩伫因的心上。阮用感谢、学乐、行动来回应主你的听。愿耶和华上帝，你的公义实倒伫阮台湾。阮献上感谢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即时，咱来启用文伫第5篇，启用文第5篇诗篇是第8篇，咱做来启用。上主，阮的主啊，你的恩典普遍全地，称赞你的声透到天顶。你起造要释放。封闭敌人，看到你亲手创造的天，啊，人算什么？你要安尼关心？你创造人，互伊比天使势搁较低。你指派伊管理你亲手创造的万物，一切的羊甲牛，空中的飞鸟，一声上主，阮的主啊，你的威严普遍全地。即时，咱来吟圣诗18首，我心学了上帝。咱起立吟全首。我心学了上帝，主怜悯我的病，必定万民撒加影响，学了一大尊名。就把
诗，咱要请圣歌队来献诗，伊要献的诗是即款疼。感谢圣乐队的娱乐，即款疼要充满了咱空虚的心灵，补足咱欠缺的所在。这是我来报告。咱来看咱内底消息报告。第一，本主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感谢昆山教会蔡约信传道代表来正道请安报告，请兄弟为着文字事工来传递福音的事工，关心代祷奉献。第二，请为主内肢体身体手术了来恢复关心代祷。美珍节的息肉切除，林明宏兄弟的血管阻塞，以及郭仁雄已经恢复，阁无偌久就咱出院。第三，为着鼓励兄弟每日的咱个人含上帝亲近的时间灵修，建立甲咱上帝迄种关系的重要性，请兄弟来配合咱周报头前也新眼光的读经的范围，明白上帝生命智慧的行动。咱下底有即个程序，祈祷、读经，咱会当问题来思考，来思想经文和咱家己的关系，祈祷回应为行动。第四，4月23拜三下暗时，咱要召开第4届中集会，请中集
出席参与迄营的门训的直播，咱个延后一礼拜，请兄姐来致意。然后我补充报告，咱今仔日更生团契更生团契因有给因所做的因家己手所做的物件，买伫楼骹1楼要有来义卖所以咱等一个礼拜煞，咱会当去来选购咱嘛对因有一种的行动的回应神的爱所以咱等礼拜煞，咱唔通马上就离开咱去看，甲迄个物件咱看清楚，你喜欢的物件，你就甲伊买转去好。咱下面的奉献的明细咱家己看，然后有一位所在是伫迄个建堂的奉献，林进芬遐5万块，咱该林秀娟姊妹林秀娟姊妹5万好。即时咱来看圣经，圣经记载箴言22章6节，箴言22章6节咱来看。做伙来看台语的育囡仔着用合宜的话，就伊到老也无怨。箴言得到，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章6节。即是咱请吴以恩用华语搁读一届。大家平安，我要攻读上帝的话语。以赛亚书22章到6节，以蓝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悍马兵，吉尔揭开盾牌。好，谢谢。这是，咱请咱的提摩太牧区的囡仔及老师，咱到头前，咱的蔡传道要互咱祝福祈祷好，我徛这，好，我这好，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我们将这3位以及今天没有来的，或是过去曾经来到这当中的这些孩子、这些儿童，还有青少年，还有青少年的辅导，以及儿童的辅导，主日学的老师，青少年的老师，交在主的手中。求你亲自看顾他们的生命，主啊，让他们的生命一生行走在主所为他们预备跟计划的道路里面。主啊，即使偏离了，主啊，你也会将他们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回到你的当中。主啊，让他们爱你，主啊，让他们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带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生命灵魂体在此时此刻到永永远远一并是兴旺的，主啊，是兴盛的。谢谢耶稣，也祝福在他们的家庭里面，求主圣灵亲自充满他们每一个人的身心灵，也充满在这些主日学跟青年的辅导，还有青年的生命当中，也充满在大桥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知道建造儿童、建造青年是整个教会的工作，并不是在这个牧者以及青年跟儿童的辅导的身上。谢谢主，让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爱青年，让我们整个教会一起来爱儿童。谢谢耶稣带领我们，主啊，让这些儿童、这些青少年有圣灵的同在，让他们在年纪轻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们。圣灵就与他们说话，他们心里面就有属神的感动跟智慧在他们的心里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等下，等下，我这爱刷去倒卡，才就会使啊吼。我是，我是讲，可能会有。这场敢有直播？有吼，安尼我安尼徛安尼会使。好，歹势，我setting一下。
应该袂还好，还可以。好，咱伫要分享的大声，咱先做伙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安尼恳求，互阮有一粒柔软的心，互阮会当来到伫你的殿宇的中间，搁一遍，互你的话语来充满，互阮的心满有启示，互阮知影，阮无干那要听道理，阮要行道理。求主帮助阮，互阮成做一个到老到死拢无偏离的基督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即个题目是我曾经嘛是伫即个昆山教会，就是伫我家己的即个教会会来分享的一个题目。即个旧年我开车载青年去台东佚佗，我甲我的太太伊嘛是团队啊，有2台车去台东生活营啊佚佗。伫路呢，就有青年咧问我讲，团队你我边仔的迄个副驾的青年就问我讲，团队你开车伫即个高速公路顶管，你啥若袂安尼偏来偏去，偏来偏去安尼？我就咧想讲，对呢，这是我头先咧学开车的时阵有拄过的问题啦。一直盯着很近的地方，你伫看即个头前足近的所在，你就会一个倒边，一个搁偏正边安尼，你就会不由自主的这样想要修正那个方向盘。所以我记得进前拄着即个状况的时，我甲阮老爸安尼问，我讲啥那你驶车嘛袂安尼偏来偏去。阮老爸就甲我讲，你的目睭要专心看搁较远的所在，要看向更远的地方。主人依人，你的手甲你的车，你就袂安尼倒边正边安尼偏来偏去。立为主所听兄弟姊妹，当咱的目睭看到路的远方，搁较远的所在，咱的目睭看到咱的目标，咱掠着咱的即个方向盘，车就比较上较袂安尼倒边正边安尼来偏离。这嘛是今仔日的题目。所以如果咱的目睭，我们的眼目过于定睛在即个头前的即个车左右两边，还是讲车内车外，还是讲周遭的人事物，那安尼咱就真容易会安尼偏来偏去。如同我们走在这一条跟随主、跟对主的这个路呢，这一条路上，如果我们的眼光不专注的话，没有总是以目的地跟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加做咱的目标，那安尼咱的性命就真容易会安尼偏来偏去，会偏离。所以伫即个世界的内面，伫即个世间上，会互咱偏离的人数，要真正是伤济啊啦！无干那是吸引咱的物件，咱所意爱的物件，或者是引诱咱的物件嘛，真济会互咱偏离。或者是咱感觉着忧愁，咱感觉着挂心，咱感觉着重担的所有的遮有压力的遮所有的一切嘛是。遮个咱想会到的，也是咱想无到的，也是咱还袂想到的原因，拢是立为主所听的兄弟姊妹，让我们偏离的原因，无一定拢是负面的哦。互咱偏离的原因，无拢一定是负面的，才会无好的。上大的问题是啥物？上大的问题就是讲，伊袂当带咱到伫即个最终的目的地。偏离的结果就是让我们没办法走到神要我们走的目的地。路加书会刚刚甲咱讲，我们最重要一生最重要就是要去到上帝那里，上帝国遐，甲互咱会当甲上帝同生活同大。我想世间上无一位上帝是伊想要甲人同大，伊个会为人来死，根本无有即款的上帝，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无别个上帝，所以偏离没有办法在时间内，无法度伫即个时间内抵达目的地，完成任务，就是偏离。那安尼咱先要来问一件代志嘛，就是讲即个目标到底伫倒了？咱咧单分心、单偏离的进程，咱要先知影目标伫倒了，目标到底在哪里？否则我们就很可能把走马看花。当作是人生的目标，咱知影目的伫倒了吗？咱知影咱基督徒的目标到底伫倒了吗？基督徒这一生的目标，就是活出上帝对你这一生的呼召，
或者是讲活出上帝对你这个生命中的计划。而呼召的本质是什么？呼召的本质就是大使命嘛，这大家拢知影。大使命就是传福音，就是互人成做主的门徒。就如同上周所说的，不管上帝呼召你，伫倒一个职场内底，伫倒一个校园的内底，伫倒一个家庭出世，有啥物款的身份？有的人的身份有真济，有的人的身份就真少，干那迄几项尔。毋管济啊少。就是爱伫遮个身份、遮个角色、遮个职场的中间活出美善，带领人入捌即个耶稣，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就是基督徒这一生的目标甲意义。你讲，团队歹势，你今仔无讲到一项，就是吼，我敢若是一个家庭主妇，我敢若是一个家庭主妇尔，我无啥物伟大的理想。各位主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毋通看轻家庭主妇，也是家庭主妇的这个身份。当你的性命拄着耶稣，你就会起来承接神国度的出来书。当你的性命拄着耶稣，你就会起来承接神国的家事。咱伫即个大桥教会即个大家庭的内底，咱来教会，咱就有厝内事需要去完成，我们就有家事要做。家事不是因为我做家事我要得着父亲的爱，家事是我已经被父亲爱了，我被父母亲爱好久好久，我好感动父母亲的付出，所以我愿意回应在这个家中。你不需要做很多的家事，像大儿子一样，大囝同款，伊做真济，就是为着要得到即个因老爸的疼。但是老爸早就已经疼伊啊，你无需要去做真济厝内的事，厝内事来得到上帝，来得到老爸的疼。所以我们被上帝爱过之后，你经历到你被，就像拄则诗歌的即个。第二首诗歌的歌词同款嘛，耶稣的爱激励我，耶稣的爱真实能够激励我，让我能够透过行为来回应在教会里面。我嘛听过真侪买菜、带囡仔、带孙仔去公园佚佗，就会当传福音，甲人带入来教会，入捌耶稣的见证。有真济哦，有真济。所以，认为主所听，上帝是呼召每一个人来完成伊。上帝是呼召每一个人来成做伊的这个器具，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所以要跟弟兄姐妹所传递的事情是什么？上帝不是呼召咱来认捌伊，上帝不是呼召咱来相信伊。佮较歹势，我安尼讲，上帝不是呼召咱来做礼拜那样。弟兄姐妹，我这个信息不是对大小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样讲。我嘛是对昆山教会兄弟姊妹安尼讲，我讲上帝不是呼召咱来做礼拜，不是呼召咱来认捌伊，不是呼召咱来相信伊那样，咱有大使命，我们有大使命，有上帝国的厝内事家事要做，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自己被训练，也要操练。我们所带来的人，门徒万民，这些人都要训练。第二，我们要在世界上的身份跟角色，永远都跟神对你的呼召跟计划有真直接的关系。我做一个爸爸，我做一个妈妈，我伫公司这场的角色，我无论伫倒一个角色内底，永远这个角色永远拢对上帝甲我的呼召的计划有直接的这个关系，我才不会因为生活跟信仰超级二分。来教会一个样，倒转去到这场校园，其他的身份佫是另外一个蔡约信，袂安尼，因为我知影，我伫这场，我嘛是代表耶稣基督；我伫我厝内，我嘛是代表耶稣基督。我伫倒一个行业、倒一个身份内底，我拢是代表耶稣基督。那安尼，我的这场，我的信仰甲我的生活，我就袂二分。接续要来分享讲，啥物咧互咱来偏离？
倒转来到伫即个拄则的问题，是虾米因素物正在使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偏离？我们现在因为哪一些事情偏离？是倒一寡美好的因素物，或者是讲有倒一寡代志是你头洗落去啊，你无法度去抽身啊，就没办法再挽回的这种压力跟重担，使我们会偏离。工作这场校园甲这个学业，或者是人际关系，或者是某一段的这个感情、人际关系，还是讲我的父母、我的子女，倒一寡状况状态，我们没有做过的，咱无想要面对的，咱无法度去承接的，有几点今天要跟大家谈。我觉得这是现在社会普遍社会甲教会有拄着这个冲突的所在，会有一些对立的地方。首先是咱的经济状况，进前我甲我的同事啦，甲我的同事咧传即个文字的讯息，咧甲赖的时阵，伊问我一个问题，我的同事嘛是教会专职同工，他也是教会的全职同工啦，所以他就问我这个问题，他说：努力赚钱就是爱钱，就是没有呼召吗？我今天认真赚钱，为了让自己不成为孩子的负担，让自己服侍主和奉献比较能够无后顾之忧，这样是对的吗？我再问一次哦，我再讲一次他的问题。他说：我努力认真打拼赚钱，就是无好调吗？我今仔日认真赚钱，为着无爱互我家己，为着莫互我家己加做即个囝儿的负担，让自己服侍主和奉献比较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有什么问题吗？我安尼甲讲，我讲要看努力赚钱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爱看咱努力赚钱，努力赚钱的这个目的甲目标是啥物？没有人的呼召叫做认真工作赚钱，兄弟姊妹这最重要哦。无有人的工作是认真打拼赚钱。今仔日上帝要呼召我认真打拼赚钱，绝对这毋是上帝要互咱的呼召，绝对毋是，因为圣经无安尼讲。努力赚钱的动机跟目的是什么？没有人的呼召是努力工作赚钱。我们知道自己认真赚钱，不影响到大使命就好了。刚刚所讲的那一些，我们的目标跟定义，咱怎样咱努力赚钱、打拼赚钱，莫影响到你家己这个人的性命的大使命就好啊。咱努力做工课、工作，为着互囡仔甲家己没有后顾之忧，这个是一个假议题。就是这个问题，什么叫做假议题？就是这个问题根本就无需要问，无需要讲。为什么是假议题？我努力工作，为了让孩子跟自己没有后顾之忧，为什么是假议题？这是假议题没错，因为兄弟姊妹，这就是世界的声音。因为我们不会因为有钱啊，赚够啊，我真好呀，我们就不会有忧愁，敢毋是？你做侪钱啊，你嘛袂因为做侪钱赚真够啊，你特别有忧愁啦。而钱怎么赚都赚不够，这是我们知道的事情。关键取决于我们自己，咱家己甲咱的家庭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嘛，对不？要过什么款的生活，这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关键。然后伊个问一个问题啦，伊个讲一个人拄着经济。伊伫经济拄着困难，他势必要为了生活先放弃服侍，或先降低、减少这个后塞，闭眼不看财务的问题，又很积极的服侍，这个人是上帝喜悦的吗？这个当刚是上帝所欢喜的吗？他闭眼不看他自己家庭，他自己需要工作，然后他一直积极在教会里面奉献服侍，然后做很多很好的事情，这样是上帝所喜悦的吗？我回应讲什么？我回应讲不是。要让财务不成为我们的问题，要让财务无成做你的问题，这内底佫有分两个问题。
无爱互财务成做我的问题，内底佫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没有钱的问题，不要没有钱，这个你要有基本的收入。第一个就是不要没有钱的问题，第二个不让财务成为你的问题有两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只想努力赚钱的问题。你若敢若一直想要赚钱，你来教会的目的就是要互上帝祝福你，爱好呀爱有钱。那安尼你真正信唔对啊！因为你来到教会内底，唔是要敢若求上帝，互你会当好呀赚大钱，接到倒一个 case， 互你会当有一个当做一个跳板。很多人是这样的来信耶稣哦。所以不让财务成为你的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无钱。一个就是你追求你要好呀，你追求财务，已经追求到你的眼内已经无有上帝啊！你讲有啊，上帝无伫我的眼前，但是上帝有放伫我的心内。但是各位主所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上帝在你的心里，在你的眼前，你就会用行动来回应他，不是吗？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要好好管理。互家己无有即个财务的问题，上时佫袂当互财务来取代咱心中的上帝，这个就是很实际的回应。所以基督徒，咱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是不忌讳富有的哦。基督徒是不仇富的，仇是迄个冤仇的仇，富是富有的富。基督徒不仇富，基督徒可以很有钱，我们可以过很想过的物质生活，但是咱爱真诚实的来反省，咱敢有为着遮来影响着咱的大使命，就是咱来军队主的道路，敢有互遮的物件来影响？我真感谢上帝，嘛感谢我的父母，伫我求学，伫我咧成长的这个阶段，我不曾为了就是烦恼过家里的财务问题，然后虽然我家不是盖好呀，阮家不是做好呀，不是很优渥的物质生活，但是至少简单的吃，简单的穿，让我是没问题，让我可以很认真的、很努力的服侍神，然后把学业完成。另外，我认为讲，咱会上过专心的所在，第二项，今仔要讲两项尔，第二项就是家庭。就是甚至是咱的子女，再聚焦一点，是咱的子女。拄则讲到这个经济状况，有点类似。有时候，咱会顾囡仔、顾孙仔，顾甲影响到咱的属灵性命袂。有时阵咱敢会顾囡仔、顾孙仔，顾甲影响到咱的属灵的性命，这真重要哦。因为咱有一天去到伫上帝的审判台前、审判台前，上帝袂讲好，摆好，恁这是恁的家族吼，好，我做伙来审判，头是啥物人？吼，即个阿公是头，好，我问你是安那，你安那，你安那，你安那。有一天，咱是以个人的身份，行到耶稣的审判台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样的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上帝都有话要问我们，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袂因为你顾囝顾甲失去你的属灵性命，这是上帝所喜悦的，真的不会。我们真的要很仔细的反思、检视这个问题。所以我认为讲，这不是上帝所欢喜的，因为主所听的，上帝要咱引带囡仔活出一个他给孩子的呼召跟计划，但神没有要我们努力的为孩子活，上帝要我们引导孩子活出他要给孩子的呼召跟计划。因带哪带哪看，哪带哪看，我的囡仔，哎呦，伊有即个音乐即个兴趣甲专业无？伊哪因带？伊有即个对生物，伊有对历史，伊有对即个体育。真趣味的一个潜能在他的里面哦，我就慢慢引导他，慢慢攻击他。我不是讲，你来做医生哈，阮兜头咧欠钱啊，你啥无来做医生？你来甲我做医生？你来去台插电工作哈，读电机系，不是安尼，不是这样，会影响
这个上帝放在他生命的呼召跟计划。神并没有要我们努力的为孩子活，我们只管努力的为上帝活。我们只管努力的为上帝活。咱伫家庭的中间，做爸母的、做长辈的，咱爱互囡仔、孙仔有一个好的典范。这个好的典范，无干那是认真拍拼、趁钱的典范尔。弟兄姐妹，即马咱的基督徒，咱每一礼拜来到教会，咱互囡仔什么款的典范？毋是认真拍拼趁钱的典范，嘛无干那是漂亮的学历、优质的学业的典范。跟我什么典范？而是认真跟随主的典范。因为主所听，这个典范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咱爱囡仔来教会，咱爱孙仔来教会，但是一到考试，一到伊国三、高三的时阵，咱的体育甲团队甲小组长讲：阮囝即马伊是学生哦，伊爱来教会啊，伊爱去补习啊。我要代替伊，甲你请假，请一学期，伊拢无法度来教会，伊爱补习，无法度。即马是补习上重要，因为主所听的，咱的囡仔若伫学生的时代无来教会，咱有一个错觉，就是伊以后有漂亮的学历，有美好的工作之后，伊较来回应伫即个教会内底，伊较来服侍主。我们觉得这个观念是对还是错？你伫学生时代，甲囡仔讲，学业上重要，然后伊毕业啊，伊来到伫职场工作啊，因为主所听的，工作较重要，还是学业较重要？伊有一天去到伫职场，当然职场比学业较重要。伊无可能会阁倒转来教会。这是我伫大公教会服侍的事，即马阁来到伫昆山教会服侍。这么多年来，我看到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生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流失，这值得参考，这非常非常的值得参考。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现在的父母提醒囡仔课业成绩的较侪，还是提醒囡仔上班卖迟到，爱积极，爱互主管、同事好印象的较侪，或者是提醒囡仔爱准时参加主日甲小组，会提醒囡仔每一天记得爱灵修、记得爱祈祷的家长较侪。我们门关起来，我们可以扪心自问：我提醒小孩认真读书比较多，还是我提醒他，你今天有没有记得祷告？你有没有背经句？你有没有灵修？比较多。世界就是这样悄悄的影响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不再有基督徒的实在，我们只有基督徒的空壳。囡仔扫两声，小擦伤，伊的爸母无伫教会聚会，才会爸母主日的请假，但是却可以跟家人、跟朋友出国去露营。伫伊咧感冒的时，伫伊得着 COVID-19 的时，伊会当出去佚佗，但是伊袂当来教会。有一寡家长会讲，我的囡仔成绩退步啊，所以伊以后莫来到教会啊，还是讲我要限制伊来教会的时间。结果伊的囡仔一周只最多来教会3个小时。一周有几个小时？大家知道吗？168个小时，3小时来教会，就说因为3小时来，所以我的子女因为这3小时成绩退步。这是有一点仔在讲咧扣帽子，于是就让他在家读书，或者是去补习。或者是讲对教会有过度的期待的家长，囡仔一礼拜上加来3点钟。然后囡仔爱有好的品格，袂当骂歹嘴，袂当做歹代志，爱灵修、爱祈祷、爱服侍主，无达到这个标准，他会开始质疑教会。有些家长是这样，会觉得
囡仔来教会无路用，无意义啦，拢咧佚佗尔。啊，查甫甲查某拢无界限，啊无距离感，拢咧摸来摸去。较早做青年就是会安尼，互人提醒。结果我问囡仔讲，啊恁兜的是大人，伫厝内敢会祈祷，敢会灵修？伊甲我讲无啊，阮爸妈连即个食饭正经要祈祷，拢会歹势。哇，这食力啊！就是讲，你要互伊搁较熟练，过一个跟随主的生活，其实这非常的困难。一个儿童也是青年，一礼拜来3点钟，他跟他的家人、父母、同学、补习班、才艺班相处了其他的165个小时。那这个儿童或青少年没有改变的责任是教会，还是家长？教会对这个组长、这个同工是真努力，在挤时间跟这些孩子相处跟接触的。所以我们好像陷入了一个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的这个矛盾里。这代爸母伊的核心价值，无亲像我爸母迄代啦，努力拼经济，为着要互儿女有更较好的物质的生活。不能说他们不在意，现在的父母不能说他不在意哦，他们也拼，但是不想因为工作赚钱而牺牲掉自己跟孩子或自己所爱的这些人事物的时间。于是这一代的父母很重视跟孩子的亲密关系，跟孩子相处的时刻，对孩子的教养、孩子的健康，他会很努力的去陪伴孩子，也会很努力的去经营跟孩子的精心时刻。这个世界在意的重心，好像从努力赚钱、工作养家、拼经济至上，渐渐转到伫家庭关系的中间。不管安怎偏，拢一定袂偏到注重信用教育的这面。认为做所听的，强调家庭关系是正确的价值，无毋对；强调家庭关系是正确的价值。但是如果伊影响到你甲上帝的关系，互你偏离上帝对咱每一个人的呼召甲计划，那安尼咱爱真细致，咱爱有一个提醒对咱家己。如果我没有意识到，常常觉得无所谓，就是这样属世的价值观，就会一代接着一代，一代接着一代，慢慢稀释掉信仰。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专心跟对主，无偏离的爸母甲家长，才带会出一个专心跟对、无偏离的儿女。自己活出呼召跟计划的父母跟家长，才带会出活出呼召的囡仔。所以我记得阮兜3个囡仔，佫是学生的时，甚至是国小的时，阮妈妈就一直甲我讲千交代万交代，伊就讲你千万毋通。教我，伊是安尼讲的无对，你千万毋通教我去找礼拜日需要工作的工作，你千万不要找礼拜日要上班的工作来工作。但是现在的社会很困难，非常的困难，所以很多教会有很多场的聚会，为了要让弟兄姐妹能够亲近主，很重要。所以偏离会有啥物反应？就是这3个字，这4个字啊，等一下。偏离会有的反应，就是等一下。阮妈妈以前叫我做家事，我就是安尼讲，等一下啦。这是我细汉的时阵，常常互人提醒的这4个字。最长的回应跟反射，当咱偏离的时阵，认为主所听兄弟姊妹，我们最常给的反应是什么？当我处理了啊，当我无用了啊，当我大汉啊。等等，我就会当来亲近上帝。拄则所讲的，来敬拜上帝，来服侍上帝。咱来看这个经文，路加福音第9章72到62节，他说什么？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去埋葬我的父亲。”60节，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辞别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当我备办好啊，这些资源、这些经济状况、人力、孩子都能够自理，囡仔拢出社会啊，有家己的工作啊，有家己的家庭啊，我才来军队住，我才来服侍主。甲即马的军队，甲即马的服侍，有啥物款的无共？就是无时无刻都给神自己认为最好的就是了。我们要无时无刻给上帝，都给神自己最好的，给上帝我们自己最好的。如果有一个人说：“哦，我好爱你哦，但是我还没准备好跟你厮守到了，先让我先让我去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出去佚佗一下，出去耍一下，让我去看看其他角落，去体验一下，去玩一下。”或者是讲，当我打拼一下，努力一下，我才来备办好势，跟你长商，跟你厮守到老。那你感觉伊敢有疼？伊敢有疼你？伊讲的疼是啥物疼？那就不算爱了，不是吗？最后，你为主所疼的，虽然我们时时刻刻都是属于神的，但请把我们的生命当中最精华、最强壮、最好的时间献给上帝。我有一个学长，伊安尼讲伊讲伊是基督徒，伊是无要去教会的基督徒。伊的观念有一寡特别，伊就讲服侍主是一辈子的事。伊是我大学咧拍即个垒球的学长啊，拍垒球的学长。伊常常讲，小姐你6日就跟阮去练球去比赛啊。6日逐个人拢有教，啥你无教？伊讲，甲你讲的，我讲要歹势，我要转去到台南的教会服侍。伊讲，服侍是一世人的代志，你是咧戆哦？服侍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服侍是一辈子的事情，后面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服侍啊！你感觉这个比较是啥物？现在垒球比教会还重要，现在孩子比教会重要，现在职场趁钱比教会重要。所以咱常常甲囡仔讲，即马补习、即马课业比上帝较重要。你为主所听的兄弟姊妹，无有人生的中间，无有一个时刻，无有一秒钟，是有人事物比上帝较重要的时刻。生命当中没有一个时刻是人事物，任何在你生命当中你所喜爱的人事物，它高过于上帝的位分。没有这个时刻，上帝永远都要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一位，每一分每一秒，无时无刻，真困难。所以咱需要伫这个团契，伫咱的教会的生活中间，有真侪人会提醒咱：你这礼拜、顶礼拜，哪会无看到你？你是走去对？很多人会提醒我们，会关心我们，不是情绪勒索我们。所以如果你问我讲，什么时间是上好的时间，我永远会讲，今嘛就是此时此刻跟随主，跟对上帝。所以箴言的第22章的第6节，他拄则有人有书会当刚来读，有这儿童来读这个圣经，讲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当咱每一天努力咧回应主在今生所托付我们的，不偏不离，就是对我们周遭的每一个人上美好的见证。我记得大桥教会每一个线上线下的弟兄姐妹，互咱军队主，就是到老到死拢无偏离。咱这回来记得，耶稣，谢谢你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经历突破，经历丰盛，主要经历各种的祝福。主啊，但是当这一切的祝福都消失都没有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像约伯一样说：赏赐在你，收取在你，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啊，互阮有这么大的信心。主啊，互阮有这么大的期待，就是期待你伫阮的生命内底做王，对即马
你告冤枉。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即使没有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一些附加价值跟祝福，我们依然爱你。主啊，因为我们不是爱你所赐的祝福胜于你，我们是单单的爱你。谢谢耶稣，让我们大桥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都不偏离神。从此时此刻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生命的首位。主啊，因为我们爱你，求主的爱此时此刻不断的激励我们。每当我们要偏离的时候，求主圣灵亲自施恩典，告诉我们你有多爱我们。主啊，你向我们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好让我们的心被主来感动，被主来柔软，让我们能够领受到你的启示跟感动跟话语，我们就愿意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生命当中各个角色跟身份当中回应主你的爱。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感谢月信传道，互咱的不管咱是几岁，咱来把握时间，把握时间，军队主脚步，会当抓住时间，抓住机会来服侍。这是咱的吟圣诗、回应诗5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然我的信真浅，信靠主就得稳定。请咱起立吟全首。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虽然我的心真浅，信靠主就得稳定。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下属的保卫，信靠主就得挽回。求主相信恩主工，叫我罪人我得到，修理因错我稳当，信靠主罪的逃跑。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小事的保卫，信靠主就得挽回。路途别他着吟诗，路中行遐求叫伊，拄着危信靠主就得引传，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小事的保卫，信靠主就得挽回。真正是人信靠主。虽非无也靠主，高袂通你白处，这是我靠主稳输，时时刻刻信，日子快过着靠主，无论小事的保卫，信靠主就得稳追。请坐，这是咱来奉献。
请咱起立。我心的奉献，主我愿意，乐意的奉献，主所欢喜。就条件多无比，我愿意成为你，奉献一切所有，报答我主。阿门。这是咱做来念奉献的宣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赏赐甲收回的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相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性命的根本靠托。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圣祈求，阿门。请坐。这是咱的吟会面诗，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线，请乐信传道祝福祈祷。俄勒天顶主宰，创造天地甲海，保护万民，让你破天当心我。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三甲伫地，对这点直到永世代无尽，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